前，主要向你渴求一件事情，主要求你将你从你来无尽丰沛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，主要使我们来更认识你，主要使我们能够被你的爱来吸引，主要来更深来亲近你，主要谢谢你。美的宝血为我而流，每个心法为我承受，恩典如海，四面环绕，失望羞愧时，你仍拥抱着我，主耶稣。深爱着我，是将上帝和你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不论是生命或死亡，或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更深、更深来向神诉说我们他的爱。你的宝血为我流，每个心法为我承受。拥抱着我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是将上帝恨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。上帝恨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或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何等长阔，何等长阔，何等高深，天离地多高，你爱多浩大，无法测透，永远无尽头。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。何等长阔，何等长阔。无尽头，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是将上帝恨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，你如此深爱着我们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不论是生命或死亡，或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或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无论是生命或死亡。
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更绝。是的，主，主要我们将每一个孩子，主要每一个敬拜都交在你面前。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，但主要我们更知道，主要你的爱够我们用。主要我们更知道，主要你将你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，主要使我们的不足，主要在你的手中，主要成为那一个完全可以献上在你面前的敬拜。主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，主要都更深的与你来建立关系，主要更深的领受，主要也能够享受与你同在的爱里面。主要谢谢你们祷告不完全，我们一同用主祷文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大家请坐。